問到就快虛耗了一世，但我沒法攀上美滿階梯，要習慣被金剛圈牢牢控制，訓練到沒有思考適應這時勢，努力交學費，無奈也被淘汰，教我怎麼上樓梯。成功的方法怎複製？懷疑青春一早瓦解，懷疑青春似個病態，存在世上人不過是個買賣，懷疑出生到心有鬼，懷疑出生我已腐壞，不停不快，頭亦已撞破便要學會乖，放低小我會似羊群愉快，遙望往日美麗宇宙要被活埋，誰都不可破解。我被按下急速掃腦時間掣，怕就怕面對初生的我會慚愧，要被逼實際，尋夢過分昂貴，笑我思想太無稽，人生只可以給消費，懷疑青春一早瓦解，懷疑青春似個病態，存在世上人不過是個買賣，懷疑出生到心有鬼，懷疑出生我已腐壞，不停不快，頭亦已撞破便要學會乖，放低小我會似羊群愉快，遙望往日美麗宇宙要被活埋，誰都不可破解。最遠